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应验牧师。3月19日，我们与敬畏的距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1章1到5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如果我在以弗所跟那些野兽格斗，纯粹是出于人的动机，这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复活，那么就像俗语所说的，让我们吃吃喝喝吧，反正我们明天就要死了。有一个很著名的犹太人的故事，是关于拉比和他的妻子的。这个拉比很穷，只能买一只鸡作为他和他妻子的晚餐。然而他的妻子却把这只鸡送给了一个突然出现的贫穷人。当拉比知道这件事后，他感到非常难过，但他的妻子告诉他，如果上帝愿意，他们会得到更多的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所付出，愿意做一件事情，一定有一个动机，而这个动机会影响他怎么样来决定，以及他的心情。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故事来延续下去，本来拉比知道这事，他觉得很难过，但当然他妻子告诉他，上帝如果愿意会给他们更多，那么他是不是心里不会那么难过？因为他知道这个给出去是投资啊。就像是音乐牧师的孩子小时候，当他们知道11奉献是我奉献1/10，神就会加倍，甚至有更多的要赐福于我们，赐福于他。所以他那时候就决定，那时候他3、4年级开始会算数了，他就说，如果我红包总共收来是3万块，他1/10应该奉献3000元。那么他就说，妈妈，我这次我一定要奉献1万块，因为这个太划算了。我奉献1万，我就会神要赐福给我，我会有4万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动机你觉得呢？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什么是敬畏？今天的经文讲到约伯，一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敬畏上帝，不做任何坏事。然后他有几个孩子，他所拥有的这么多，在第4节说，约伯的儿子们经常轮流在自己家里宴客，也常邀请他们的3个姐妹一起吃喝。每逢欢宴的日期过了，约伯就一早起来，为每一个儿女献上烧化祭，行洁净的礼仪。他经常这样做，因为他想他的儿女也许在无意中会侮慢得罪上帝。这个表面上的质疑看起来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说是这个消极的敬畏神我怕，敬畏没错，意思就是怕我惧怕，我尊敬，我惧怕，我恐惧。因为我怕我面对不确定的情况，我担心我得罪这位上帝。也可以说是我敬畏耶和华，他有一个概念，就是一个人他承认并明白对神掌控我们生活范围的每一个环境，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也就是我越来越承认神对我生命全方位的统管跟同在，我就得以用真知识和真理来面对我前面的选择，而我也得以在真知识和真智慧上，我会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常常来说一句诗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也就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有
有智慧，也就是我们要有真正的认识神。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约伯记，我们会知道一开始神是说他是正直人，但我们如果看他后面的吃吃喝喝，看起来有人当然说吃吃喝喝很重要，因为耶稣也吃吃喝喝，但我们知道耶稣的吃吃喝喝是有目的，为什么而做？也就是我们要明白吃喝它的正面意义，我们才不会让吃喝落入到那个有点远离神哈。重点在于吃喝，我想就不对了。因为神让我们能吃能喝是好事，当然那不是罪。我们有食欲，我们能满足，那真是太好。但到耶稣的时代，他更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顾我们自己而已，我们其实是要分享给身边的人。但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这个约伯的孩子，其实他们吃吃喝喝是一段日子，宴客的日子过了，那么可见这个看起来是不止一天啊。那可以说是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除了对身体，其实不止一天的吃喝对身体不是那么好，其实也会浪费时间，不环保。而他的儿女们天天这样吃喝，如果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真的是离坏事也不远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约伯何以后来要打发他们去自洁，因为在那个放纵吃喝当中，真的会有那个不小心得罪神的所以可以说是约伯他真的是害怕敬畏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是落在约伯那时候是以害怕的心而已，我想我们现在有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我们不是不害怕神，而是神给我们更正确的，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的 RPG， 我们祷告的经文，就是我们不只是吃吃喝喝，我们更要相信我们的那个动机，我们为什么吃，我们为什么喝，这样才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真知道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有主，有复活大能的主，我们怎么决定，我们是要对主负责任。神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交代每一个吃喝。所以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决定。神给我们一天有3餐，感谢主，就代表吃喝是很重要的。我们跟好朋友，我们福音朋友，我们跟家人吃喝是很重要，但我们怎么样那个动机，以及怎么样为主而吃吃喝喝呢？而不是跟一般不知道主复活主的人一样，他们的吃吃喝喝不一样。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动机，从明天我们也会知道这个动机非常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敬畏神，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只有怕而已吗？只有怕是消极，我们要更积极想，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怎么去做决定，怎么积极的去活，怎么样子来管理我们的身体，怎么样管理我们的吃喝，怎么样管理我们跟家人在吃喝之间的关系。所以好不好，我们来默想吃喝的事，它的正面意义为何？我当如何面对每天的吃喝，才能是敬畏上帝的呢？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谢谢你赐万物给我们，你就是要祝福我们。但主，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负责任。当然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我们不是只有怕你，我们更知道你爱我们，你有爱跟管教，你慈神爱所。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敬畏你，我们相信你要指引我们该走的路，我们也愿意在人生道路中，我们以敬畏神是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中心，以这个为出发点，主让我们活出那圣洁的生命。在恩典之下，主，我们敬畏你。主啊，你是这位配得我们赞美的主，谢谢你应允必用慈神爱所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以敬畏的心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天哦。我们明天见。